也中国渔船搁遭过界，这是第2个时，新竹的香山也搁台中上碧港外海，搁发现4只中国渔船。虽讲因无得掠鱼，也毋过咱的海巡共款甲因赶走。有专家是认为讲无排除因是要来探军情，无就是挑工来乱，要测看咱台湾的底线伫对。 海巡署巡防艇慢慢挖进中国籍渔船，发现对方并无掠鱼行为真可疑。2个第3海巡队接到渔民通报，先后伫新竹香山外海40海里，甲台中上碧港外30海里海域，各发现2只中国渔船外界，随即公布管理。前方的大陆渔船请注意，这里是海巡署腰弹道商务艇，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湾海域，请你立刻起来离开。 自从中国快艇伫金门海峡兵阵事件了后，最近各方拢对中国渔船外界高度关注。20有7只中国渔船出现伫澎湖7米海峡，才互海巡署以广播水炮甲警示声方式管理。过5天，中部海峡阁有中国渔船出现。第3海巡队强调，到现场随即将因管理到领海基线外24海里，搁用目睭监控，一直到对方离开为止。中国大陆渔船越界进入我国限制水域。 遂依法实施驱离，将取等4艘陆船驱离至限制水域外，并于现场监控目视其向外驶离。它可能是刻意的迫近我国的临街水域来进行这一种就是类似灰色地带行动的一个做法，来测试我国的底线，所以不排除是在做情报刺探，或者是说其他的骚扰行为。国防专家认为，中国渔船一直逼近咱国水峡，无排除是做情报刺探，也是调工骚扰行为，目标是来测试咱国的底线。国安、军方、海巡系统情报也会互相传达，民众应该支持相关单位强力执法，捍卫咱国海峡主权。记者综合报道。